大会报告，大会报告。距离正式的开幕式只剩下10分钟，请邀请各位所有参赛的选手、教练以及啦啦队加油团，尽速移动您的脚步，请整段场域后方集合。待会在开幕式之后，会有一个正式进场的桥段，也请各位选手们尽速整装，在10分钟之后就要马上开始了，谢谢大家配合。另外提醒大家，全场域在1楼的部分是禁止饮食的。如果你要吃东西的话，请大家移动你的脚步到场域外侧或者是2楼进行饮食。也谢谢大家配合，请大家共同维护环境的整洁，谢谢。好，我们也欢迎各县市的啦啦队代表，也可以一起来到我们的场上。在我们各个队伍当中，待会在选手进场的时候，我们来感受一下各队的气势哦。所以邀请我们各个啦啦队代表，也可以一起来到我们场上，先来列队，准备要进场了。
掌声欢迎杨主委来到现场。现场的各位长官、各位与会的嘉宾，还有我们头目们，所有的选手，我们在开幕式即将在5分钟之后开始，也有请所有的贵宾、各位亲爱的长官以及选手，还有啦啦队的好朋友们。哇，今天听说来自于花莲的啦啦队非常的多，劳驾您移动脚步，移动您的脚步。到场域后方集合。待会在开幕式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个正式的选手进场仪式。那也请各位选手们尽速整队，在各个小队服有各县市的代表队伍排面，请大家依序排好队伍。待会我们即将在5分钟之后就要进行正式的开幕式。好，各位现场所有的长官与会的贵宾，还有所有的选手们，大家早安，大家安走，大家好。那现在先邀请代表各个县市的长官贵宾哦，可以先来到队伍的正前方，就是各队的正前方哦，代表着我们待会要率领所有的队伍来进场喽。
有来自各县市的选手们，当然我们的长官代表待会会跟选手一同进场。在这个进场的同时间，也请他们可以跟各位各县市的选手们加油打气。今天有来自于桃园市的朋友在哪里？欢呼声！来自于新竹的好朋友选手们在哪里？新竹県嘅朋友，歡迎。苗栗县的好朋友在哪里？哦，我嘅故鄉苗栗縣，南投县的好朋友们在哪里？呜呼！歡迎。哇，非常的有活力。当然，这次全国比赛还有来自于高雄的好朋友，高雄嘅朋友，屏东的好朋友，屏東嘅朋友，还有跟我一样来自于花莲的好朋友。還有花蓮嘅朋友。那当然，今天呢，除了正规的比赛之外呢，还会有趣味竞赛，还会有啦啦队的比赛。那有很多的朋友特地从高雄过来，从台南过来，从花莲过来，不仅是为选手来加油打气之外呢，当然呢，在下午的时间也会有这个趣味竞赛，然后也会有啦啦队的比赛。所以邀请呢所有的好朋友们、亲友们都可以踊跃、热情的参与。哇，那相信大家今天期待已久了。我们经过了上一个月的预赛、复赛，从632支队伍选出今天的56队，要进行全国的总决赛。我们有国小男子组、女子组，国中男子组、女子组，但是呢，冠军呢，各组只有1队。哇，相信今天的比赛呢，一定是非常非常的精彩。那也邀请我们啦啦队的好朋友们，也可以一起到场域的后方，我们一起为选手来加油打气。当然呢，贵为这个这么正规的全国总决赛啊，是我们呢比照的方式呢是全国性的选手大会的进场方式。当然，因为是我们非常感谢科委会发起这项盛大的盛事之外呢，也邀请到我们中坜区的各个头目，也要来为我们今天的活动进行祈福仪式。好，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待会的祈福仪式。预祝今天比赛可以顺顺溪溪、圆圆满满、顺利圆满啦！哇，你看我们的头目今天也是着这个正规的传统的族服，对，那不仅是为我们今天的活动希望能够圆满顺利之外，那也希望能够借由这一刻，原来更团结，象征着我们这个族群的融合，互相的尊重，以求会我，互相的包容。是的，大家一起来交朋友啊！当然，相信今天的比赛非常非常的精彩哦。我个人是很期待看他们厮杀。是因为在之前的这个预复赛啊，其实 Terry 我有参与的时候，已经觉得很强了，你知道吗？哦、各队的这个差距的分数都不在1-2分上下。天哪！哇！对，所以今天可算是这个632分之56啊。哦。对，要进行这个全国总决赛。当然，除了这个荣耀之外，还有这个高额的奖金啊。哎呀，对，这奖金很重要，给他们一点鼓励，对不对？对。好，那请大家先行准备了，我们马上就要开始了。
好，我们活动要开始喽。2023元课青少年3对3篮球赛全国总决赛正式开始。2023年夏强少年3对3篮球赛全国总决赛比赛立刻正式开始。你现场嘅总管、所有嘅贵宾、所有嘅选手，大家安坐，大家好，我係金本嘅主持人，我係慢慢。慢慢社妹安講哦。啊，什麼樣子先？來好，薩利嘎嘎馬布羅及 Terry 嘎古，我嘎達瓜啦，我是打雁的亞媽 Terry，歡迎大家莅臨今天的全國比賽的盛會，相信大家已經非常的期待了。那我們試着從這個全國的預複賽632支隊伍選出第56支隊伍，今天要來參加全國總決賽，選手也已經就位了。沒錯，相信今天比賽精彩可期，馬上我們就要邀請選手進場，所以待會呢也請現場的貴賓朋友，讓我們用熱情的掌聲，用熱情的贈賞，歡迎 Andy 嘅選手。好，首先請大家將目光轉向面對舞台的右前方，讓我們來歡迎到的是桃園市由客家事務局林昭賢局長推表，老太家壓縮一下，率領的隊伍包含猛如虎、大溪地、小可愛、成功 C、大成 AB、大羅馬、幸福 A、大成 A 進場歡迎。接下來是來自於新竹縣由教育局張靜佳科長代表所率領的小鋼蛋、瓊林 A、東星英、高峰、快很準、就鬥馬、PYJH、PYJH1 進場。歡迎你新竹縣嘅朋友，接下來有請嘅係我嘅故鄉哦，我的故鄉苗栗縣，由文化觀光局黃志群副局長推表，率領的是香山 A 野獸隊、手指頭、亞雲、大輪、大輪 A、大輪、勇敢牛進場，歡迎。接下來歡迎的是南投縣由文化局李玉蘭副局長所代表率領的我好帥、我無敵、雕鴞、弟弟女、逐夢隊、水中 A 來亂的選手們，跟大家揮揮手好嗎？選手們，哇，我們還有啦啦隊啊，太熱情，太熱情了！我們主委跟大家一起歡呼說：加油，加油！加油，骰子人！接下來要進場的是我們南部的朋友哦，高雄市代表也因為有從台南來參加的隊伍，所以是由高雄市客家事務委員會張瑞芳組長，還有台南市客家事務委員會黃冠進科長率領獵鷹、JSR、籃球夢、光華白、細狗、米阿利、約書亞、以斯帖。接下來歡迎的是屏東縣由客家事務處陳思傑科員代表所率領的巧虎 CDES02、鋼鐵人、斯卡羅、投石機、智正、快樂角、宣慧婷進場。歡迎你屏東嘅朋友，哇，我們選手真的好可愛哦，東電影下。哦，斯卡羅的弟弟好可愛，人小志氣高，我相信能夠打到全國總決賽，不得了了，哎呀！然後再來呢，進場的是這個花蓮縣呢，由客家事務處洪永倫科長代表率領的是 TRHK 4小將、芝雅 A、芝雅 B、新港一、阿凡達、巴萊瓦、原鄉隊進場。Terry， 你要幫花蓮的朋友加油了。是，花蓮朋友，骰子人勇奪全國總冠軍，有沒有信心？有。好，讓我們再次用熱情的掌聲歡迎我們所有的選手，大家加油，加油，加油！謝謝貴賓，我們請貴賓先坐下來。是，慢慢說，真的很不容易啊。我們睽違這個疫情的這個2-3年的期間，但是依舊有全國632隊的隊伍呢，進行呢，在上個月的時候預複賽選出這56隊要來進行全國的總決賽啊。你看剛剛出場的每一個呢，氣勢都很強，好不好？相信呢，這個今天的比賽呢，一定是精彩絕倫。但是呢，冠軍只有一位。不管怎麼樣呢，今天能夠走到全國比賽，這些選手已經非常不容易了。我們所有的長官們、所有選手們，給自己一個熱情的掌聲鼓勵。謝謝。那馬上呢，在正式比賽之前，我們也特別準備了一段精彩的表演，要帶給大家，是由原住民團員所組成的傳源文化藝術團。不僅是傳承文化，還有很多的創新在裡頭哦。
没错，其实这一团跟 Terry 我是有很大的渊源啦。是在这个团长的郭志祥的率领之下，也在这个疫情的2、3年之中呢，我们有很多的新秀加入，不仅呢结合了传统，那更有现代的街舞的元素，也不只是只有泰雅族的代表，更是台湾原住民族呢各族群的特色来融合呢这一支的表演舞蹈。让我们就用热情的掌声欢迎船员文化艺术团，掌声欢迎！Hello. Yeah, don't blame me, blame your mother. Yeah. Nothing no wrong with that putty there. And in a year from your tear that putty there. Turn it up and notch that putty there. Them want do where you got that putty there. My girl, where you get that putty there? Girl, I go down my mind that putty there. And I stress that putty there. And them man. Moon. 选手们，掌声在哪里？ Met this little girl by the name of Anika. Pasta, pasta, you ain't got no wings in the casa. Big step, see, Mufasa. Hit up Green Acres, hit up East Plaza. Some of them said I'm gully, some of them said I'm Gaza. Yo, street drop the verse.心跳在我们灵魂里，看看一生的锐利是勇气，秘密，丛林的呼唤让我们聚集，慢慢，沉睡的气将要苏醒，双手举起，我们一起用力去脚踏在属于我们的土地，惊天动地。可惜我们用歌声呐喊原住民的热力。阿美族、哥巴兰族、泰雅族、桑吉拉雅族、台湾族、拉阿罗瓦族、布农族、卑南族、种族泰鲁格族。歌词呢，就是台湾16个原住民族。看那看那阿富族、看那格兰族，我们都是手足。哇，掌声鼓励！谢谢船员文化艺术团带来精彩的表演，预祝今天活动顺利圆满。
等等，手来小给一下今本的贵宾，麻烦贵宾起来，老大家压缩一下。首先，让我们欢迎到的是主办单位客家委员会主委杨长正主委，主委好，那个主音鼻演用主委，谢谢客家鼻演飞。接下来继续介绍客家委员会委员古荣正委员，鼻演后，委员好。客家委员会荣誉顾问刘丽珠顾问，欢迎。顾问你好。共同主办方原住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苏佐喜副主委，苏副主委好。内政部移民署副组长曹固林曹副组长，副组长好。再来是我们立法委员伍丽华委员的办公室助理，欢迎谢助理。助理你好。立法委员汤慧珍委员的陈助理，助理好。桃园市议员魏云议员的办公室代表林代表，欢迎。代表你好。再来介绍桃园市政府客家事务局局长，欢迎林昭贤局长 Q 总后。局长好。再来，我们按照手上的名单介绍哦，台南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的黄冠进科长。科长你好。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张瑞芳组长。组长好。新竹县政府教育局张静佳科长。科长好。苗栗县政府文化观光局副局长黄志群黄副局长。南投县政府文化局副局长李玉兰李副局长。屏东县政府客家事务处科员陈思杰陈科员，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科长洪友伦洪科长，维他路基金会副执行长詹义荣詹副执行长，以及我们宣传大使新北国王队球员林立人立人哥。女孩上场，高倩怡倩怡姐姐。中华民国国民小学体育运动总会理事长陈焕修陈理事长。执行长洪伟贤洪执行长。好，这是我们目前有的名单，如果不小心遗漏的话，稍后为大家补充介绍。再一次感谢大家热情的参与跟响应。是，接下来我们有一个特别的仪式要进行。没错，今天我们是原课啊，原来这一刻我们更团结。那我们这次呢，特别的呢来邀请到呢是我们中坜区的各个头目。那我们依族别的人数呢，其实我们头目总共有26位。那今天会有我们的这个区总朱万义朱区总呢，也任职了20多年，德高望重，大家给一个掌声鼓励。今天非常正式的着族服来参加我们的祈福仪式，同时间我们邀请到林承佑头目、封庆龙头目、陈冠霖头目、黄建志头目，以及慢慢介绍我们邀请的贵宾。好，欢迎杨主委，还有原住民族委员会的苏副主委，内政部移民署的曹副组长，桃园市政府客家事务局林局长代表来到仪式桌前。是，今天区总啊，特别在一大早来呢，因为其实在我们这个原住民的这个祈福的仪式呢，特别呢选了一个东方的方位啊。是，所以这个位置呢是象征的这个，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区总，好不好？哇！Ngayo kamu, papatay kakalayan, matuasay. Ato'y kaluay, isutay, matuasay. Kami pulong misangay-ngayay, ato misapansay. Itini kaayaw na mo, amit sariw kami ito sutaan na mo. Aga ito kailito na suta. Dawahan, kami pulong misangay-ngayay, ato misapansay. Itinasa kami amin mari. Bersama dasa kupi mariniam, talak sa nanay kamu matuasay. Ributan to kami. Agak pafarin kami to tati to di kakawa.
Pabrik kami tumbuh selai alalan. Hebat sal kopi marinyam tani pahalkan. Samaan apa ini taman kila. Itu di sa mitangis tamanan. Sa ini sa utakit. Kusapa ini tamanan. Uluma satu matu asai. Uni nabi si ayah nunamo. Upah. Talasay. Tadi. Avay. Tamulak. Panaka. Kunga. Atau itsap. Uni polong no. Bisa ngay-ngayay atau bisa pancahay. Pinaulan nasa nuniab. Apa ini tamuanan? Nanay, amakan sa namo kunian. Pansa ko tatilangan namo. Sa ini sa upah. Kusa pasufaw tamuanan. Hay pansa to ko orip namo itini taray taon na out. Luma satu matu asay. Uni sa katulo pa ini tamanan. Nawahan uwawan unyam. Ato sepatu menomiat. Amitil tutang la. Nanay kuda pitilidan nala. Pancalan tu kunala pitilid. Aka pafrin salatu tati adik kakawa. Pafrin salatu mutal layat sa alalan. Ay fansal ko pitih na latani laot-laot. Rumah satu. Polong kami misa curiki ay. Tu sakanya undalo kakitaan. Itin yasa kaya nunamo. Ami alay. Ami tangis itamanan. Nanay. Laot-laos to. Sungiraan. Tukok adip dunyam. Tini sa kami alay tamanan. Atin, isa kupay ni tamanan matuasay. Nanay, Balambasin, di pahak kami ani ni alumiat. Alayo!好，现场朋友们，我们掌声再次谢谢区总、主委、苏副主委，阿拉哟！哇，这个要请教一下 Terry 哥了哦。这个是祈福仪式在你们族群当中，是不是每一个原住民族群都有专属于自己的祈福仪式啊？是，但是今天主要是有没有阿美族的这个祈福的仪式？那有我们的耆老，还有我们的区总，那也来这边呢，像等于是算是跟祖先来禀报啊，希望能够把我们今天的活动圆满顺利，然后呢，孩子们呢都可以拿出最优异的表现。当然呢，也是感谢呢，在场的所有的好朋友、亲朋好友们的参与，也算是呢跟这个祖先祈福的一个概念。其实有点像我们客家族群，可能会跟义民爷、哎或者是爸公爸婆，就是是来祈福的概念，应该是有点类似的，对不对？是，也没错，也像现在正值大概农历7月嘛，那大家可能如果说家里面有拜拜的啊，也会呢谢天，然后谢神，然后呢祭祀祖先。是的，也是一种尊重的表现了哈。没错好，来补充介绍一下桃园市政府原民局的专门委员简善谦简专委有莅临，谢谢您。张伟你好。
好，再次感谢大家。接下来就让我们先邀请这一项全国总决赛这么盛大的一个赛事哦，我们的大家长欢迎客家委员会的杨长正主任委员来为我们今天的总决赛致欢迎词，热烈掌声！欢迎来力客家BND永助理，欢迎杨长正主委。各位好。我们的好邻居、好伙伴。原民会苏副主委啊，那我们在地啊，客家事务的领导人啊，林昭贤林局长，本会古荣正委员，那么我们的荣誉顾问啊刘立珠刘顾问，那么在场各县市啊带着孩子们来参加今天总决赛的。各位各县市政府的同仁、局长、副局长、科长哈，那今天很难得，我们还有移民署的曹副组长也在我们里面哈，因为我们参赛的同学里面也有新住民的同学，那么我更感谢的是，我们的区总头目。带领我们各族的耆老，刚才为我们非常虔诚的向祖灵祈福，那我个人觉得很感动，我们能够在祖灵的关照之下，来进行这么有意义的一场比赛，我相信大家会感觉到非常幸福。那当然，我更要欢迎也恭喜在场所有的同学，你们在各县市的初赛里面脱颖而出所以你们都是最棒的。那么今天还有各位的爸爸妈妈家人最强烈的这个强而有力的啦啦队那么对于今天的比赛，我有几点想要跟大家分享。首先，我要请各位同学相信你们自己，相信你的伙伴，你们都尽了全力，能够进入总决赛，你们是最棒的。当然，我也希望大家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仍然尽你们的全力打出最好的成绩，只要你达到自己的巅峰，你就是自己心目中的冠军。我想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其次呢，我也希望在参赛的过程里面，各位同学跨族群组成一个队伍。我们知道篮球非常需要团队合作。团队的精神是让我们能够拿出最好表现的最重要的方式，所以个人的杰出还不够，还要大家一起配合。我想这个是篮球赛事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它是体育，但是也是我们的人格教育，让我们知道共同成就一件事情是多么美好。所以不是只有自己的表现，而是共同的成就这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共同成就这个事情的过程里面，大家原来可能认识，原来可能不认识，但是你们组成了一个队伍，从平常的练习，一直到各地的分区赛，一直到总决赛，一路上跨族群的同学们。你们成为好朋友，你们的爸爸妈妈也因为你们一起组队，给你们加油，去照顾你们练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跨族群的家人、父母亲成为了好朋友。台湾本来就是一个多族群的社会，客家人老原住民尤其呢，喺度兩甲別當道。
我们客家原住民往往是邻居。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过程里面，大概能够有机会大家组成一个队伍，一起来为团队的荣誉打拼。我希望这个是在你们成长过程里面一个很好的礼物，是你们彼此给对方一个美好的礼物。我们也希望爸爸妈妈们未来鼓励各位同学，今天总决赛结束还是一个开始而已，你们的人生还非常漫长，你们的未来还非常的美好光明。希望你们在人生中、社会的比赛中，你们还是最能够互相鼓舞、彼此打气的好团队。不只是在球场上，在人生的道路上，你们找到了很好的朋友，可以相互扶持，可以相互的嘘寒问暖。在人生低潮的时候，能够彼此来打气。我想，这个是我们举办原客青少年3对3篮球赛一个最高的境界，就是希望透过竞赛，人跟人有了心灵的接触，相互心灵深处最深刻的地方成为伙伴。我想这个是我们人生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动力。所以我在此先要恭喜你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有这么一段经验，彼此成为好朋友，这个本身就是你们得到的最好的礼物。我要感谢各位家人、父母亲在这个过程里面热情的支持孩子们，能够彼此成为共同打拼的好朋友。我想这是值得我们大家知道懂傻批的事情。傻批就是骄傲人生当中一件傻批的事情。今天拜俺呢一周他讲每个都有拿出最好的表现也感谢今天在场所有来为孩子们加油的大朋友小朋友那个预祝大家都能够拿出好成绩，也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乐乐。我们在疫情结束之后，好不容易重新把这个比赛办起来。那我要邀请原民会，我们就楼上楼下嘛就每年给他办下去了，好不好好，谢谢大家，安子生什么太嘎。谢谢主委，主委非常的温暖，鼓励所有的同学呢，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再一次谢谢主委暖心的祝福。紧接着我们要邀请的是原住民族委员会苏卓喜副主委上台，我们致辞，掌声欢迎。欢迎苏副主委。副主委好。我们客家委员会主办单位，我们杨主委，还有我们的委员荣誉顾问还有在地的桃园客家书局的林局长，还有我们中央各部会的代表汤委员的陈助理，我们吴丽华委员的谢助理，还有在场我们的区总头目所有头目。还有各县市的代表、各企业的代表、所有贵宾所有非常优秀、年轻、有活力的球员们，还有在场所有的亲朋好友，大家早上，大家好。好。大家好。好。爱好，落家大瓜啦。首先非常谢谢。我们杨主委的邀约因为这是客家委员会主办的活动，而且呢
要非常谢谢客家委员会，这是一个在中华民国运动史上的创举，从来没有个活动是标明要跨族群参与的，有规定原住民小朋友、规定客家的小朋友的最低限额，其他跨族群。那这样的活动可以告诉大家，不管什么事情，不管什么活动，或是任何一个竞赛，它是可以跨族群、跨文化、跨语言的合作。我相信客家委员会办这样的一个比赛，就是要让我们年轻的下一代能够去体会这样跨族群，然后多族群多共荣的一个社会，就是台湾多元文化的重要的样貌，也是我们台湾最受人敬重也喜欢的地方。那最后呢，我祝福我们所有的队伍都能够有好的成绩这边也包括上次我跟杨主委特别去拍摄广告的大成国中也在现场那我们然后希望呢，所有的孩子们，就像刚刚主委特别强调的，在比赛的过程，你们心灵的互动跟沟通，还有那种团结的一致的力量才是比赛过程中你们要学习的最后祝福所有的贵宾、所有的好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会圆满顺利成功。感谢各位，阿赖，阿赖，摩哈伊苏巴赖，谢谢我们的苏副主委。哇，这是真的是台湾最美丽的风景，就是我们的文化大融合。借我们的体育，不只是体育，还是一种人格啊。是的，谢谢苏副主委。今天的总决赛很荣幸可以在桃园来举办。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桃园客家事务局局长，请林昭贤局长来跟大家说几句话。欢迎 Q 总，Q 总好。师梦主持人亮亮昂讲还有 Terry 那个委员会用主任委员还有我们荣誉顾问委员，我们原民局原住民委员会的苏副主委各县市的代表，各位选手们，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好，什么大家刚刚我请教了我们原民的苏副主委，我才晓得我们客委会跟原民会的办公室都在同一栋刚刚听我们杨主委说，一个在上面，一个在下面就如同我们今天的活动一样，我们不分你我他，不分原民，不分客家，我们通通都是一家人也如同我们这一次感谢客委会跟我们桃园市政府，我们共同的来合作，来办理我们这一次的2023的世界客家博览会。虽然主题叫客家，但是呢，我们在副展区就是我们原民的文化创意园区，我们也有办一个客园的市集我们结合了我们原住民的好朋友，我们共同的来做一个文创市集，还有我们所做的职人等等我也期待我们台湾是多元族群的好地方。更没有分你我他，我们一起在这个平安的台澎金马，我们一起的来努力，一起的来生活，打造一个幸福的新居室。那最后呢，我刚刚特别看了一下我的新闻稿最后一段也是我的心声希望我们把冠军今天的冠军留在我们今天的地主桃园我想这个部分我们一起来努力那也祝福我们所有选手我们今天的活动辛苦一下。那结束以后还不要离开桃园，来参观我们的2023的世界客家博览会。那祝福我们今天的大会圆满顺利成功，什么太嘎，谢谢大家。谢谢局长，谢谢局长。只有地主队可以稍微先这样子这个讲一下。是的。好，
那紧接着呢，我们今天除了是这个激烈的比赛哦，但是还是要邀请大家的每个选手，就像我们刚刚主委讲的，用心的打球，重点呢也要有这个运动家精神。是，没错，在刚刚呢，我们上一段是由我们区总所率领的众头目们一起为我们进行祈福。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非常重要的运动员宣誓的部分，因为毕竟呢，我们是全国总决赛，我们要秉持着公平、公正、公开，各位选手呢也务必发挥运动家的精神。然后后面的选手们来听 Terry 的指令，请起立。所有选手请起立。好，来，请 Terry 我这边来整队一下哈。好，各位选手向前看齐，来站好位置。各队代表请站好位置。好，向前看。接下来我们要邀请我们2位长官，还有我们运动员的代表来进行运动员宣誓。来，先欢迎我们的欢迎主委、副杨主委来到台前，副主委，请面向我们的运动员。接下来欢迎运动员宣誓代表原住民代表赖浩恩同学，客家代表叶承瑞同学，闽南代表刘新飞同学，新住民代表蔡依彤，他们将以各自的母语进行宣誓。好，现场所有的选手们，请注意，运动员宣誓。敬礼，预备。运动员请宣誓。Yaku o gali kupi berspias hei, sauka kana kejinan kegelengan bersedekah, sejak o bersehei kole tolak bersahau, tai sau meha, nikan palai belah sehean, tuli ni terhau, kelahang kana utat ni berselanas haan, kebelean. Berseho kali heni o sugang wilang 赖浩恩。运动员宣誓，我谨代表全体运动员宣誓，愿遵守台北一切规则，愿服从裁判之判决，并持到胜不骄、败不馁嘅原则参与比赛。宣誓人也成为民国112年8月26号。运动员宣誓，我代表全体运动员宣誓，我愿意遵守大会的一切规则，我愿意服从裁判的判决，我会遵守着赢无骄傲、输无失职的原则参加比赛。宣誓人林彦琴，民国112年8月26号。Jack 埋木蔡依彤，运动员宣誓，我谨代表全体运动员宣誓，愿遵守大会一切规章，愿服从裁判之判决，秉持着胜不骄、败不馁的原则参与比赛。宣誓人蔡依彤，民国112年8月26日。敬礼，预备。宣誓完成，运动员代表请退场。也谢谢我们的，也谢谢杨主委，也谢谢苏副主委。我们先请入座，接下来准备进行大合照的部分。对，大合照。那大合照的时候呢，我要邀请后方的同学稍微左右两边靠近一点点，好不好？你们中间都有一些小空隙，我们把这个空隙补满，所以请左右两边的同学稍微往中间靠拢，中间不要有空隙哦，表示我们是团结在一起的。好，大家靠拢靠拢。好，那同时间媒体大哥也要
移动脚步到我们舞们的台上。台上呢，给摄影大哥还有媒体朋友来捕捉画面。是，那后面的同学来听 Terry 老师这边哦，你们前后的距离稍微往后退个3步，哎，这样子每个人都才会拍到。因为我们在我们主舞台的主视觉，还有我们2楼的上方，当然待会还会有空拍机，好，所以我们的选手们麻烦请站开一点点。好，贵宾都已经准备好了，请同学们加快速度，麻烦大家听从工作人员的指示。那我们往内哈，往内靠近来，然后呢，往后呢能够再多站个2、3步。好，各个队伍的手拿板呢，可以放在胸前。那如果你在后方的话，可以拿高，没有问题的。好，准备好的话，我们请工作人员先帮我退到左右2侧喽。帮我加快速度，嘎嘎了哟，嘎嘎。好，来，我们第一张照片呢，先看舞台上的摄影师，我们用充满信心的笑容，手呢不比任何的 pose， 先拿着手拿板，充满信心的笑容看向前方的摄影镜头。好，3、2、1，元客青少年3对3篮球赛全国总决赛，祝福我们比赛顺利圆满。第2张呢，我会问大家赞不赞，请大家给我大拇指比一个赞哦。好，来，2023元客青少年3对3篮球赛，赞不赞？赞，懂赞掉了。统赞嘛。好，懂听哦。好，再来的话呢，我们要帮各队加油，所以我们比一个 power， 非常有力量的感觉，加油，加油，加油，好不好？在我们的泰雅族语叫做 loga， 打瓜啦，对不对？好，来，那我们就 loga 打瓜啦来一下喽。好，来，客家话是说加油，加油，加油。那我们一起 lo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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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塞子人，哎呦，好。接下来我们有2楼的再来空拍机的部分哈，空拍机是动态的部分哈，我们一起跟他挥挥手，挥挥手，5秒钟。来，全国总决赛，希望大家都可以打出一场精彩的比赛，祝福所有的选手们享受其中。是，这是一个历史的一刻，相当的感动啊！这一刻，原来我们更团结，不仅是在原民或者说客家新住民，还有我们的喉咙代表的好朋友们，共同来参与这样的盛事。好，感谢我们摄影大哥，也谢谢主委、副主委。接下来呢，我们要先请所有的选手们要先退场。好，选手们帮我向左转。我们要移动到移场地，当然也要劳驾我们所有的贵宾，我们要移动您的脚步到我们的假场地，要进行今天的开球仪式。是的，我们要来进行开球仪式，请主委跟苏副主委先来到假场地的篮球框前。那同时我要请阿凡达队跟大成 A， 阿凡达、大成 A 也要来到假场地。阿凡达同学来自于花莲的阿凡达队伍来到 Terry 老师这一边哦。来，阿凡达队在 Terry 老师这里，阿凡达。大成 A 在我这边。来，大成 A 在哪边？来，阿凡达。花莲了啊！好，哎，大成 A 帮我移动脚步来到主委旁边，可以帮我蹲着吗？就是高跪姿蹲，对。那你们也是帮我高跪姿蹲。我们再这样子侧面然后各位贵宾可以来到我们左右2侧，麻烦各位贵宾。那我们与会贵宾还有我们宣传大使，来移动你的脚步到我们主委还有苏副主委的这个后方。还有我们新美国王宣传大使丽人哥哥。科长帮我往前，副座帮我往前，贵宾帮我往前。好，我来看一下大家的站位可不可以哈？待会要这样子丢出去哦。对，好，Terry 跟大家说明一下哈。今天的开场的仪式呢，在这一面哦，元客青少年3对3篮球赛的这个面向呢，如果待会是这一面落地的话，我们就由大成 AB 队呢先开始。那如果呢是在另外的一面呢，全国总决赛的这一面呢，就是由我们的阿凡达这一队开始。好，对，没错。好，那我们先来转到原本。好，我们先以这个元客青少年3对3做主视觉。那我们先给媒体大哥大姐们先来捕捉这个画面好吗？
来，我们选手们可以蹲下哈，后面的长官来帮我们比个赞好不好？哦，这个主委也是蓄势待发了哦。好，但是待会媒体朋友要小心哦，我们骰子会直接丢出去哦。是，好，那我们媒体请就位，我们杨主委、苏副主委我们请就位，现场我们马上倒数，2023元客青少年3对3篮球赛全国总决赛一起倒数5、4、3、2、1，请直出。正式开赛，谢谢哦。好，由我们大成 AB 队先攻。好，在这里呢，我们就完成了开球仪式，待会就要进入到精彩的比赛。我们也谢谢主委，谢谢副主委，谢谢我们宣传大使。那我们同学可以请准备喽。是，那我们也请我们杨主委、苏副主委们到我们台前。如果媒体朋友们，我们回到舞台联访。对，回到舞台边。那当然呢，待会在舞台有我们丽人哥，还有倩怡姐姐，也会跟大家一起签名，一起来拍照。各位小朋友们不要客气哈，来赶快移动您的脚步哦。今天难得我们宣传大使倩怡姐姐，还有丽人哥来到现场，那大家也可以移动到我们台前，要跟他们拍照，要跟他们呢来签名都是没问题的啦。那也提醒呢，我们今天中场呢还有趣味竞赛的报名。